来看南港的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，今仔日开幕，内底有一个展览，就展出对1930年代到今台湾的流行音乐，安怎伫无同的社会背景和政权当中存久的100年历史。 规壁顶搭满唱片，这是人人拢讲唱家己的歌的校园民歌时期。另外，阁有2000年代流行的音乐专辑，这文物记录台湾为过去到即马无同时期的流行音乐历史。这次的展览呢，从1930年代到现在，有将近100年来历史的台湾的流行音乐的故事。然后，希望各个年龄层来看的时候呢，都可以找到属于一首自己青春的歌曲。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文化馆举办唱咱的歌流行音乐故事展，记录过去到即马台湾的流行音乐。文化馆嘛，伫18即天正式开幕。台北市文化局讲，北流文化馆是国内第一个以流行音乐文化做主题的展览馆。这个馆主要都是谈这个所有展览跟所有比较静态呈现的这个空间。其实它的延伸性还蛮多的。这个2楼的有个特展空间嘛，特展空间除了办展览，其实也有一些的小型的发表会啊，或者什么东西的运用性，其实也还蛮大的。 台北市长郭文泰伫开幕现场讲，20-30年前，台湾的流行音乐伫亚洲会使讲是带头的。希望北流成立了后，台湾流行音乐的地位会使重新提回来，加做东亚流行音乐的一粒一。记者郭君郑派文台北报道。